你有冇試過，明明想同學生、家長、同事傾得深入啲，但係開口之後只係停留喺表面。明明知道大家心裏面有嘢，但講唔出、聽唔到、連結唔到，就係因為咁。我哋使用 Insight Cards，一套讓對話變得更有深度、更有方向、更有連結嘅引導卡牌。呢套卡點樣用？好簡單，3步就學識。第一步，揀一張卡。第二步，你睇見啲乜嘢？呢張圖卡有啲乜嘢？第三步，呢張圖卡同你有咩相似嘅嘢？無論你係老師、社工、輔導員、HR， 你都會發現，原來深度對話唔需要求其講，而係用啱嘅卡打開啱嘅入口。好多人同我講，用咗 Insight Cards 之後，學生講多咗，家長放鬆咗，小組嘅連結感強咗。而我覺得最重要嘅係，你會見到每一個人都真真正正被聽見。如果你想比小組更有深度，課堂更有 connection， 對話更有方向，歡迎你加入我哋，一齊用 Insight Cards 打開每一段值得被睇見嘅故事。Insight Cards， 每張卡都係一個入口。